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混的呢，因那子动作较紧，动作较紧的。内面有真侪宝藏，哪做伙来摕宝藏？啊，你平常时甲我咧讲台语？有啊，啊，今仔日吼，台语啊尽量讲，啊讲较大声，做伙来耍游戏哦。小萌新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训练的囡仔遐，今仔日也有上美丽、上高水的队长，大家好！通过我听到队长，甲这个探险队员讲，你今日来到神殿是要做啥物？摕宝藏。想要摕宝藏无这么简单哦，台语要讲甲真好。咱咧石门神来问你一个代志，你敢有听过一句话叫做“冬天雨，较鬼满油”？好，恁敢有听过？无，啊，你敢会当甲我解说一下？无问题好。这句话的意思哦，就是讲，这个南部哦，伫咧冬天，真少落雨，所以呢，伫咧南部的时阵哦，拢有限水的危机。我要问小朋友，你若是拄着限水的时阵，你有拄着啥物较麻烦，还是无方便的时阵？袂使洗碗，哦，洗碗，袂当洗衫，袂当洗衫，袂当洗喙，喙嘛是会当搁洗一下，水又较少的。袂当煮饭，袂当，吼，煮饭。希望这个天公伯啊，拢会当哦有落这个雨水，大家咯拢莫有这个欠水的危机。来到神殿嘛，袂当紧张，尽量放轻松，保持笑容，一定会摕到宝藏。你讲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你婚礼的伊妈遐，甲囡仔子即马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困难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四河好警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，咱来这个所在，来这个所在。东北角，显信，嘿，安怎？显信，啊，你今摆是咧看啥？我咧看一本册咧研究啦，研究，你是研究啥物物件？嘿嘿。头一届饲狗空就上手，哈哈。饲狗空。我甲你讲，这看了吼，我头一届饲狗空就会趁钱。啊？安怎讲咧？因为哦，最近的宝藏哦有较欠啦，我想讲饲狗空趁一寡活落啊，无恁大家来摕，迄拢真贵呢，真贵重呢。我敢若是大概拢摕着呢。对啊，基本上拢摕着。啊，毋过你讲到饲狗空，是啊拄好，四位小朋友因住的所在嘛是外海。你是住伫咧倒位啊？是哦，是哦，婚林关。哎呀，饲拢是饲啥物海产较济？蚵仔，蚵啊，蚵啊，啊，搁有啥？虾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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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恁家己有特别爱食恁遐的啥物海产？鲍鱼记吧，鱼子啊，鱼子鱼子爱配啥？黄狗过来啊，红狗来啊，啊，内行食的呢，变虎咧，蚵仔，爱食蚵啊。啊，蚵仔有啥物食法？猪汤，啊，猪汤啊，姜丝、葱啊，欠芳者猪汤真好。啊，啊，文武咧，蚵仔酥，蚵仔酥，摕转去饲。啊，我会记是毋是有一物件，叫做虾脯？虾干，虾瓜虾脯我倒真是。你下晡的哦，虾脯，虾瓜是啥？虾干就是迄虾仔白白的摕来拍，摕去拍，啊拍打，拍打会来用来煮面煮菜，有影？啊，煮面煮菜恁厝内面敢会安尼煮？会会哦。
啊，有人讲你生菜场线。刚才哦，拄则，度伊讲拄则，度假有啊，没有伊这个的边仔顶管有淡薄仔先错冲现，超级目睭细细啊，真迷人，真迷人。缘投啦，缘投啦，缘投。多水啦。安尼即马要来进行第一关卡哦，好加油好唔好？好。我来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台语上练长，咱遐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，看有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拄则小朋友甲大家分享迄蚵仔，其实阮兜鹿港啊，嘛是外海。嘿，蚵仔真有名，啊，搁有黑狗嘛真有名。黑狗真有名啊，上重要是遐有一个旧街，鹿港的旧街，真侪人拢会去遐翕相。一定爱去，一定啊，爱去。今仔日的小朋友遐嘛有一个社区，足水的哦，嘛足侪人去翕相。高雄艺术村，乌熊艺术村哦。啊，因为因迄个社区啊，因为真侪所在拢有用因的蚵仔壳，是毋做成像艺术品安尼，有啊，搁会彩画，啊，甲规串，甲因的迄个特色拢画去你顶面。哦，啊，恁有常常去遐翕相？有。真2、3、4、4号的迄个所在对毋对？有。好，安尼即马要来考验嘛，加油，现在卡。来，几个字？人的你，阮住的所在，是哦。着4号是啥物款的所在？台北海人大的所在。溪川，哦，水啦，几个字？两个两个两个小朋友的另外一个意思，两个另外一个意思。嘿哎呦，厉害呢！来个来，三个字，讨海人的工具。希望啊，希望啊，哇！这厉害！伊海内底，几个字？海内两个字，来做啥物款？谁做？这侪色的，伊讲这侪色的，敢若树啊共款，敢若树啊。海底树啊，海底。什么？川蚵，对，哦，酸几个哦。字？两个字，甲台北倒的，人落的，坐的。爱动这个都路卡，爱动字，动字。伊讲路卡才会当坐，啊，足侪会晓人落钱，两个字。路卡甲落钱拢会使。会哔哔安尼有无？去咧哔哔，还是要 pass？好 pass。哇，讲啊遮清楚啊你。来，几个字？敢是食的，四只的，一粒一粒的，一粒一粒。会用食的哦。蚵仔，第一个，伫海内底收的做的物件，收，你想看卖收来收去的，鱼丸，鱼丸，哎呀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两个是食字。的吗？海内底物件，足贵的，足贵的哦。生长长的，有壳的，满鱼，哇，嘛是贵的。卡的有哦。卡的，等等虾哦。啊，哎，要差不多啊。钓一粒啊，钓一粒啊。较高级的。系零下，哎对，零下两几个下。字？两个三个字，甲啥物有关系？青菜，青菜。囡仔上讨厌食的，你看你讨厌食啥，全部讲出来应该会对。大东啊，水哦。两个字，哎呦，是食的吗？真可笑。这这题哦，你就讲头先现实你看迄本册，哦，想要饲的啦，想要饲的高亢。高亢哦咱来看卖恁到底钓着几题？现在看。哦，真厉害哦。丁虎，会忝无？会。文武头先讲你敢若搞咧，不是想通啊爬足久的对毋对？真厉害，冻真久哦，体力表示拢真好。咱来看卖有倒位无去摇着。哦，有一题竟然 pass，我真正想无。对哦。线手就这呢。对啊，通啊路卡，通啊落南山，无恁感觉上是啥班？上课拢嘛爱做。完全无想到，完全无想到。应该讲到一个，就足紧就讲出来。啥？落车的时阵爱饲黏，哦，嘿对不对？对咧，即马节运无咧饲无咧。咧饲黏啊。好，后一个，哇，这真正讲得太好啊！大同啊，对。大东啊，大同啊是啥？敢知？青椒，着青椒，恁敢有人介意食？
哦，你介意食？你介意食？阮同学拢无介意食。哦，所以你是用动物的思想甲摇出来的。对，通常啊，通常囡仔无介意食。恁除了无介意食大肠啊，佮无介意食啥物菜？苦瓜苦瓜。苦瓜哦，啊，怡真呢？嘛是大肠啊。还是大东啊？好，咱来看卖恁钓着几题？好，拢总钓着7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好，即摆一个金箍箍啊，继续加油好唔好？好。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节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节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宜川来的小朋友，恁感觉住伫个外海即个所在海边有啥物好处无？会当钓足侪海产的。海产对，这是其中一点。甲我共款，我嘛是安尼想。啊，文武你的？会使去海边啊看海，看海。嗨，啊，怡真你感觉咧？会当掠着金马，掠金仔，拢无共款的海产啊。啊，慧玲你感觉？会当去吹海风。住海边有遮侪好处。嘿，好啦，要来出题目啊，莫紧张哦，吼。听好，看详细，请讲出相对应的食材。相对应的食材，实在看是哦。农产还是海产？就通上爱食菜头啊大肠啊、蒜头迄拢是啊。好啦，无例外来哦，现在讲海产，海产，海产三文鱼，好对。农产，米对。米，农产，番薯，大肠啊，不，海产，蚵啊，我看到伊就想大肠啊。海产，海产，乌鱼，乌鱼，海产，金马，什么？农产，木瓜，好。农产，西瓜，西瓜，哦，海产，龙虾，哎呦，海产，沙巴鱼，三百鱼对。海产，海产，鲍鱼，对。农产，菜头，哎呦，水哦。海产，高亢，农产，条啊，条对啊，啊，好。农产，草鱼，好。海产，金马，金马，讲过啊无？金马讲真过啊无讲过啊，真啊无讲过，有啦。你拄才有讲，哦，会个厉害，就是我派去的。真啊讲过啊，讲过啊，有啦，真。安尼嘛讲遮济啊，讲真济去啊，无够啥，够真济吧？番麦，番麦啊，番麦，盐水，跳级，跳起，盐水，盐水，啊海产，海产还有海产，虾呀，鲨鱼，刷鱼，对，对虾啊，好，拢总叫做15题啦。今仔去就看金毛，来换位。王威，抓落来这个题目就是讲出时甲分的词，时间，啊无就是分手、哦。分离，啊，差不多啊。分，这有淡薄困难，你来加油，힘내가时间，时间，时间，有时阵，有时阵，五时对，时啊，迄当时，是当时，有时阵，迄时阵，迄时阵，
时阵，有时阵该会用的。拄则讲过啊。啊。有当时，迄当时，迄当时我讲的啊你。迄当时你嘛讲过啊，迄时阵你嘛讲过啊。主席很主席，好啦，不要紧啦不，关系。有赢半个金箍箍好无？好，来，看卖一下，拢总摕到一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恭喜！好啦，后一关甲另外一个摕落来好唔好？好。好来，准备接招，停来卡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请问各位探险队员，啊，恁平常时啊，爸爸妈妈敢有互恁收费？有啊。无，啊，若有收费的时阵，啊，你迄收费安怎使用？我会摕来买文具。买文具。啊，若是够剩的时阵呢，你甲捡起来无？嘿，啊，捡起来变较大条钱的时阵，你会摕去创啥？你会想要买啥无？衫吧，买衫。要家己介意的衫。太水啦！啊，恁其他的同学，恁若是有收费，恁会安怎利用？我嘛会摕去买文具。买文具。哦，啊，变有你的。衫甲手机啊，衫甲手机啊！哦，文具你咧？买耳机，哦，买耳机啦，耳机。买哦，耳机，要听音乐是吧？听音乐的啦。哦，有的买文具，有的是买手机啊。手机啊。请问，你想要买的物件是需要，还是敢若想要爱呢？想要爱，是不爱？对啦，真的想要，这老实的啊。哈，啊，因这文具是需要嘛？拢会用会着啊。有当下真正是咱想要爱呢，毋是遮需要。爱买需要的物件买需要较好啦。。好，啊，即摆咱开讲煞，知影安怎算啊吼？好，尽量甲赶转去，赶较紧的，啊，好啊做句，来请一位。一位，来，好，来加油哦，现在卡。来开始，手啊会较大。一开始较大力哦。对啦，无你的代志啦，无你的代志。有啊，去带。好，有啊有啊。去较优秀加油！什么卡？你确定敢要安尼？嘿，对。啊，这个啊，细卡更胜公卡的。司的呢。啊，细卡加油，较优秀嘞。嘿，你去啊。阿咪，好。我去册店买起点。对，水。高啊，敢若较。加油哦。来哦，这就是阮上无乖啊。好，这阿妹要我你要想得乖。我妈看哦。哎哎，有嘞。这边人家厉害。论安怎也是。无论是竹叶，也是耳机，我拢要买。紧来哦。好。时间1分1秒游玩过去哦。好，小妹一，哎呦。起来，最后一个加油啊！让我动去。好掉的。他是这样，越头，后面去好啊，水。后一个囡仔甲鹅啊。我签联络簿会用到囡仔，啊鹅啊嘞。卖我有用鹅的音啊。好啦，无紧啦，这题哦有差伤济去啊，对啊。因为囡仔甲鹅啊足歹斗句的，不要紧，咱出来，咱好好斗句。第一字，干嘛啊？什么？干喏，你敢也会记咱的约束？好，什么要这个关系。去恁乌形艺术村的约束，想起迄当时，你徛伫路口等我。好，你什么面？你也不要紧。你这个错先生，错兵有先生。你敢是阮的老师？你敢是阮的老师？上课的第一天一定要问者，你敢是阮的老师？有可能有车混人是无？好，你这。哦，可我熟悉能行唔着路的。你敢有听到路雨声？哎嘿，哎，好来，这个应该后一题。册店甲字典，等。这间册店的字典足贵的，
李登，迄间册店买二等足贵，哦，袂歹袂歹。好，啊，咱看卖后一题，无论安怎，也是安怎。无论你要买菜还是买洋币，拢会使。哦，会用的哦，破声水一个哦。水。对啊，头前有是讲，无论要买，无论是手机啊，还是耳机，我拢要买，对不对？嘿啊，嘛讲了真好，安尼大家人拢有去表现着。咱即马来看卖啊，恁着着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好啊，两届有2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有机会咧？现在。无论你是摕到宝藏，还是金箍箍，我拢会足艰苦的。是安怎？因为我的钱甲宝藏拢无啊。你会当饲高亢啊？哦，所以我较开始咧研究啊。安尼你想要选倒一个动物？2届的机会哦。当尾刷牛。两尾刷牛。当尾刷牛。哎呦，冰壶安怎？开喘袂起来啊？紧张哦。好，手甲放起。我讲请饲落的时阵再饲落。第一个金箍箍，互长尾山羊，请饲落。哇！反正第一个就对啊呢。已经足久无运气才好诶。对哦。第一个就对啊。好恁好，家己一个破声。真准真好用。因较拄仔就运气好，甲即马。对啊，恭喜恁得到的是咱台式的倒椅。雅气人生。雅气人生，敢有算过？我甲你讲，伊介绍咱全台湾拢上好食的牙齿啊，是上好食的，对，叫脆食面啊。就水食面啊，爱去找同学用台语算，好唔好？好。后山过来挑战，好唔好？好。后摆再蚵仔来，好唔好？你讲的哦。臭车去啊！来臭手去啊！先变起来啦。先变起来，上青的哦，爱再重去食上青的，好唔好？好啦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华语公大。